2025年嘅10月3號啊 ，OK， 我哋到咗今日第一個景點啊，埃及人民英雄紀念碑啊，又叫沙達廣場，整個360先，第一個景點啊，今日。23啊，到咗 Day 3第一餐午膳嘅食飯點啊！有咩新嘢先？好啊，今日午餐又係非洲雞餐啊！不過個樣就好似好過 Day 1嗰個晚餐嘅非洲雞餐啊！希望好食啊！時間係13點50分啊！我哋喺開羅舊機場咧，就準備搭內陸機咧去亞斯王啊！搭16.00嘅內陸機去亞斯王啊！哇，好鬼多人，好鬼多人！哇，第一次咁樣上機我都係啊，古典，夠古典啊！就是內陸機啊，3乘3，左3右3，坐個零鐘啊，要坐個零鐘啊，搵位先。又分到個窗口位喎。點幾啊？呢個唔知叫下午茶啊定午餐餐盒啊？睇下裏面咩料先。小食加支水啊！18點03分到咗亞斯王啊！時間1810啊！Day 3 2025年10月3號啊！下午6點10分啊！我哋踏足呢個亞斯王嘅土地啊 ！OK， 都又叫左邊多巴。哇！一陣熱風吹埋嚟啊！哇！曬咗9年啦，嗰啲位熱㗎，哇！40分啊，終於出到嚟啦！日落西山啊，巴又未行，飛又未睇啊，仲話遊船河喎，啊唔使諗啊，聽日啊上船㗎，肯定。40分啊，我哋到咗尼羅河嘅 ship tour 啊！開箱睇下咩料先啊！我哋有3晚會住喺呢度啊！第2隻喎，第1隻唔係。住呢隻啊，好似新淨啲喎，好似新淨啲喎呢隻。好新喎呢隻。隔離嗰隻舊啲㗎。我上資料未聽過呢隻，唔知係咪好新嘅啦嚇。我哋嗰個 list 嗰度係冇㗎嚇。佢話 upgrade 咗喎，唔知係咪呢隻啦嚇。Blue Shadow 4啊，呢隻叫做啊4樓啊，哇有排行，有排行。4樓老陳聯盟2、3、4樓 launch bar。唔係喎，行第一步就係喎。咦，係喎。咦，好近呢間 launch 喎，有 show 睇喎。幾多個 number？ 411啊。係。
好新喎、之前我喺 YouTube 嗰度睇都未見過呢隻船。411，好做個 room tour 先。插啊，使唔使插嘢啊？411，好借宿一宵啊！唔好意思，借宿一宵啊。OK 喎，比預期中好喎，比預期似酒店房喎。OK 啦，靚仔啦，光。哇，好新喎，真係。買水咧，淨係買2支水咯。好 OK。買美金買2支水。可惜啊，冇水啊 OK。咁個標啊，未睇得住，因為開咗睇都係船對船咧，等佢開咗船先。去餐廳咧就喺地下嘅1樓嚟㗎，呢1樓。我喺餐廳8點鐘開飯，自助餐啦叫做。中間係道餐架。哇，好鬼新喎！呢架船真係 YouTube 都未見過。哦，好得哦。相機食，手機食咗先。哇！嗰啲沙律吧仲多過酒店啊！你好，你好，我很好，你也很好，大家都很好。Hong Kong 啊，咁啊，梗係要上去個 deck 度做個 tour 啦嚇。哦。哇，都唔錯啊！一味夠新啊！呢度呢隻船，好係，睇下係咪船頭先。個泳池仔，哇 ！Day 4啊，現在時間係3點31分啊，凌晨啊 OK， 我哋由Blue Shadow 4號啦出發啦，黑掹掹啊！凌晨3點30分啊，依家係OK， 人都癲啊，有排捱啊！今次係第一次嘅3點幾起身啊，仲有1-2次啊最少。哦，跟住坐3個至3個零鐘頭嘅車咧，先至到啊！喺車度瞓一覺先。我瞓咗幾個鐘啊？6點30分啊，仲未去到阿布辛貝神廟啊，嚟到中途站咋得一個啫啊！哇，一片荒漠啊！我去個廁所先。哇，都好簡陋啊！哇！一大陣煙塵，阿斯旺的日出啦！哇！哇，靚到揼一聲啊！哎呀，啱啱跌咗。2025年10月4號啊，我哋到咗阿布辛貝啊！依家時間係8點08分，我哋喺外圍行入去啊要。
邊咧就係阿布辛貝神廟啊！我哋喺背面入去啊。出邊呢個咧就叫納賽爾湖啊！就係喺亞斯旺新壩嘅時候咧起完之後形成咗一個人造嘅湖啊。OK， 咁啊一邊喺埃及啦，一邊喺蘇丹啊。咁啊講起咗亞斯旺新壩啦，咁啊因為由於水位上升啊，咁咧阿布辛貝神殿咧就有機會俾水浸，所以咧就要搬啊。咁啊，佢喺佢原先嘅位嗰度咧，就向呢個升高到65米海拔咁高啦，同埋向後移咗210米嚟到依家呢個位啊。咁啊，同時咧就好似係1964年到1968年啊，經過4年嘅搬遷啊，就將阿布辛貝神廟切開2000塊啊，跟住好似砌 puzzle 咁樣啦，就搬上去海拔65米高，後移210米嘅呢個位，將啲2000幾嚿咁嘅積木砌翻埋，真係鬼斧神工啊！好，我哋正嚟到阿布辛貝嘅背後啊 ，OK， 我哋依家沿住納賽爾湖呢個邊咧啊，就兜翻去前邊嗰個位啦。我哋嚟到一個靚啲嘅角度去睇納賽爾湖啊！亞斯旺新壩起好之後咧，形成嘅人工湖嚟㗎，呢個係，所以咧搞到阿布辛貝咧要搬竇啊，因為唔搬有水浸。咁咧據聞咧就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出動咗50個國家唔同嘅專家啊，去將佢切開2000幾塊搬上嚟呢度㗎。我哋嚟到佢嘅右側面啊！佢分為大神廟同小神廟啊，阿布辛貝大神廟同小神廟。大嘅咧就梗係拉美西斯二世自己啦，俾佢啊歌功頌德啊。細嗰個咧就係俾佢老婆啊尼菲塔尼啊，佢最寵愛嘅大皇后啊，特登起俾佢嘅啊。咁咧除咗起俾佢之外咧，就另外就祭獻俾呢個女神哈索爾啊。側邊咧正面啊有4個呢啲咁嘅巨型拉美西斯像啊，第2個咧就崩塌咗啦嚇，咁啊剩係3個喺度啦，每個咧就高超過20米啊。最左手邊嗰個咧就係太陽嘅話咧，朝頭早由東方升起，今日先有佢個勢。好啊，喺正面拉美西斯2世腳底下邊呢2個女人咧就係大皇后啊尼菲塔尼啊，隔離左右嗰啲全部都係佢啲仔女啊。見到鷹梗係荷魯斯啦，鷹神荷魯斯。門口呢兩邊咧，呢2埲牆咧又有段古㗎，係嗰啲奴隸嘅浮雕嚟嘅啊。咁啊，一邊係非洲人，一邊係亞洲人喎。呢邊係非洲人，呢邊係亞洲人，全部都係奴隸嚟嘅。So the names, the titles, Sarah, as you said, so you can see all as you find here. As you find and here on the side, you find those things. Here on the side, you find here. Uh, 其實咧，呢4個拉美西斯2世像咧，有啲特別嘅含義㗎。咁佢4個咧就代表東南西北方啦，即係4方啦，代表啊，大地在我腳下，係威猛。上邊咧嗰啲狒狒咧，頭先講過啦，有24隻㗎，即係代表1日24小時啊。做乜嘢咧？佢起嚟梗係想威啦嚇，咁啊係為咗咧就對南部嘅鄰國咧進行威脅啊，所以起咗間神殿，同埋咧就
梗係話自己幾威啦。咁我就俾個外號佢啦，叫做埃及乾隆啦，因為佢同乾隆一樣啊，都係好大喜功啊。乾隆啊寫咗4庫全書啊，佢咧就喺神廟入邊咧就將呢個卡迭石之役咧就寫晒喺嗰個牆壁嗰度啊！哇，真係即係叫佢做埃及乾隆啊，都冇乜錯啊！喺呢間神廟嘅時期咧，大約係新王國時期啊，第19王朝啊，係公元前1274年至到1244年啦，起咗30年啊，總共啊。點解叫阿布辛貝神廟咧？因為咧，之前有個探險家，瑞士探險家，瑞士探險家啦，就叫做 John Louis Baker， 德文嚟㗎，冇中文名啊！咁咧就俾一個咧叫做阿布辛貝嘅細路仔咧，就帶佢咧就發現咗呢個遺跡啊，所以咧就叫做阿布辛貝神廟啦。因為呢個細路仔發現，所以揾佢個名嚟紀念啊！哇！呢支哇安卡之士，哇！安卡。呢個係入門口嘅大主廳啊 ，OK， 總共有8個拉美西斯嘅神像喺度。天花板上邊咧係有神庇佑噶，藍色嘅浮雕啦，係埃及2個保護神之一啦，納芙貝特嘅保護神就保衛住呢間拉美西斯2世嘅阿布辛貝神廟啊！呢啲壁畫咧、浮雕咧，其實記載住咧就拉美西斯2世咧就同呢個西台啊，即係赫梯人嘅戰爭啊，叫做卡迭石之役啊。佢呢度講留低嘅記載咧，梗係歌功頌德啦，話佢點樣威猛啊，點樣戰勝敵人啊，殺咗幾多人啊，呢路路啊，其實咧事實咧就係呢場呢個卡迭石之役咧，阿拉美西斯係冇贏到噶，反為咧佢俾呢個赫體嘅軍隊咧就圍困咗喺個山頭啊，爭啲就瓜柴啦。好彩啦，埃及嘅援軍啦及時趕到救翻佢啊，所以佢應該係卡迭石之役咧，佢係被逼和啊，跟住簽咗協議同赫體簽咗協議咧，變成聯盟啊。其實佢冇贏到噶。我哋過咗大柱廊之後咧，就直入去咧，就一個叫做聖堂嘅地方啊。有一個好經典嘅古仔啊，一陣間講俾大家聽。我哋到咗阿布辛貝神廟嘅最篤篤嘅聖堂啊，呢度有一個非常傳奇嘅神話啊，就係你見到呢4個像啦右手邊咧就係太陽神阿拉啦，中間就係拉美西斯。左邊第2個咧就係阿蒙神最左邊嗰個係黑暗之神。咁咧每年嘅2月12啦，同埋10月22號啦，即係拉美西斯登基同埋生日咧，咁太陽射落嚟第一線嘅曙光咧，就會照住阿蒙啦、拉美西斯同埋拉神唔會照到黑暗之神嘅。每年嘅2月22、10月22呢2日，好神奇啊！拉美西斯就頭戴白冠同埋紅冠啦，好似保齡球樽嗰個咧就係白冠代表上埃及嘅權力下邊嗰個咧好似個水殼咁樣嗰個就係紅冠啦，就代表下埃及嘅權力兩個即係話代表統一嘅皇權咁左手揸住係安卡生命之士話明生命之士梗係揸親都有 power 啦全部都係喺度吹水咧，卡迭石之役話
點樣打贏敵人啊 ？OK， 其實全部吹水㗎嚇，係冇贏到㗎佢，最終咧俾人逼佢咧簽和議添啊，仲要，唉，真係好笑。我哋又入嚟另一邊睇睇啊，全部都喺度吹水㗎，話自己點威啊，其實就一啲都唔威。點解咧？有啲咁靚嘅，有啲假咁樣嘅。唔係講笑㗎，唔係講笑㗎，真係摸到㗎。3000幾年嘅嘢，我摸緊3000幾年嘅古物啊！冇咁大力啊，但係啊，冇咁大力啊！佢自封為神啊，自以為神啦，所以咧佢有陣時會以冥神歐西里斯嘅形式出現㗎，即係雙手合十啊，攞住啲嗰啲權杖啊，呢個就係冥神歐西里斯嘅形象啊，咁個頭個樣啊，梗係佢啦啊！哦，天花板啊，一列嘅象形文字啊！廣東話咯，有樣嘢嘅我擺支水50派方，應該得7蚊人大咯，10蚊唔係俾壓嘅。冇啊，唔使俾到。我哋睇完大神廟啊，就睇細神廟啊！好似頭先咁講啦，細神廟係為佢老婆啊，尼菲塔尼啊，拉美西斯2世嘅大皇后啊起㗎愛妻號啊，果然啊！咁啊，門口呢6個像咧，就係佢同埋尼菲塔尼嘅像啦，咁咧你見到阿尼菲塔尼頭頂上邊啊，嗰個羽毛狀嘅冠咧，就係阿蒙神嘅象徵嚟嘅嚇，咁啊即係又神化晒佢自己咁啊，拉美西斯2世咧，除咗起間小神廟俾阿尼菲塔尼之外咧，咁另外咧就有個用途嘅，就係將神廟咧就獻祭俾哈索爾女神啊，埃及嘅保護神。好啊，我哋入去細小神廟啊，為尼菲塔尼而建嘅小神廟，都係差唔多嘅嘢嚟嘅。呢啲係水力發電設施啊，我估啊！哎呀，小河水壩我哋到咗，準備落車觀光啊！所以你睇到咧，左手邊同右手邊咧嗰個水位個高度咧係爭好多嘅啊！左手邊就係集嗰啲水落嚟啦，咁就變咗個湖泊啦。好，現在時間係13點17分啊！我哋到咗阿斯旺大壩 Aswan High Dam， 咁咧係向住下游出海口嚟㗎嚇。喺我背脊後邊咧就係大壩接住上游嘅水啊，明顯有高低落差啊！呢邊係低位嚟㗎，我背脊後邊係高位啊。行咗過對面馬路啊，呢邊咧就係上游嘅方向嚟㗎。咁啊〜起咗 Aswan High Dam 之後咧呢邊上游咧就好自然咁樣生成咗個湖啊，人工湖啊，呢個就係叫納佐爾湖啊。頭先去到
穆仙餅嗰度同你講，大家同大家講對出去嗰個湖咧就係呢個啦，好大噶，有部分啦去到蘇丹嗰邊嘅。亞斯旺高壩咧就喺1960年啦，1960年起嘅，1970年咧就通航啊，有80年歷史啦。佢就高咧就111，長111米啊，高98，闊咧98米啊。嗰個日洪量咧係11000米立方每秒啊。本來咧就美國願意承擔呢個1/3嘅費用咧，興建費用啊。咁但係咧，因為武器禁運啊，唔俾埃及啊，所以做唔到。咁埃及就揾咗蘇聯搞啦，最後新壩往下游方向前邊6.4公里咧有條舊壩噶因為當時條舊壩咧喺1946年咧就因為嗰啲水咧浸到上壩頂啊，所以咧就焗住要咩？之前都未噶，跟住咧就喺舊壩嗰度不斷咁樣啊向上咁樣去加高啊，但係都冇用啊！如果最後都要起條新壩出嚟嗰條舊壩咧就係1989年起嘅，1902年就通航舊壩即係向呢個下游前面6.4公里之前嗰條啊。如果係方尖碑嘅話咧，就可以沿住路咧。我哋到咗未完成方尖碑啊！依個時間係14:00啊！依家行緊入去未完成方尖碑啊嗰個遺跡嗰邊去睇，哇！好鬼晒，都要行一堆路，到上山頂，行到上山頂啊，兄弟！到咗未完成方尖碑嘅遺跡啊 ，OK 呢個就係尖頂。邊度嘅尖頂？喺嗰個位㗎。我哋行到嚟呢支未完成嘅方尖碑啊 ，OK 係新王國時期啊，十八王朝啊，第5任女法老啊，哈瑟普蘇女王下令興建嘅，OK 咁就喺呢個亞斯旺北部嗰度咧，坐啲花崗岩嚟呢度雕琢噶。咁如果整好嘅話咧，就身高就42公尺噶，會棟喺卡納克神廟嘅。但係作下咧就有冇發現中間條裂痕嗰條裂痕啊？就裂咗啊，所以鑊咗啊，最後鑊咗擺咗喺度。幾千年，呢張咧就係遊船嗰張卡嚟噶，你每次落船上船咧佢落船咧就會俾你嘅，咁佢上船就俾翻佢嘅，咁有咩作用咧？就係驚你咧遊完咧翻嚟咧，有好多船噶嘛，隻差唔多樣咁俾你分辨嘅。琴晚夜媽媽咧就睇唔到尼羅河依家朝頭早睇到啦 ，OK 依家時間係14:40啊，我哋翻去 Blue Shadow 4咧去食飯啊 ，OK。花神喎，整隻孔雀喺度喎，唔知孔雀定鴕鳥。去食開船啊，即刻！哇，我哋暢遊緊尼羅河啊 ，OK 一定靚過恒河啊，話俾你聽好，食飯先。全感覺唔到去行船噶，完全，哇係好靜好穩噶，完全感覺唔到係行緊船噶，感覺係非常之穩定噶，非常之穩定噶，係，好似停咗喺度冇喐咁樣嘅。食飯啦，係啊！哇，咁嘅角度去拍尼羅河啊，第一次啊，係嘛？
黃昏17:27啊！我哋喺遊船咧就泊咗去康雍波神殿嘅碼頭啊！我哋要出發去康雍波神廟啊，行去得㗎啦嚇！康雍波神廟又叫雙神廟啊，係拜何老師同埋鱷魚神啊，索貝克㗎 OK， 一出嚟就係雙神廟啦嚇！呢個咩雙神廟啊？康雍波神廟，佢哋叫金安堡。雙神廟啊 ，OK 啊，咁啊，雙神廟顧名思義啊，一邊係拜何老師啊，一邊咧就拜鱷魚神索貝克嘅，咁啊，同埋一間神廟裏邊一人一半啊 ，OK， 咁啊，咩時代咧？咩時代起嘅咧？就係公元前180年啊，托勒密6世開始起嘅，一路起到托勒密8世啊。佢哋而家係2230年到啦。邊係英神殿啊，何老師啊，右邊係鱷魚神索貝克啊。我哋行咗何老師呢邊先。呢16根半圓柱有名堂啊，每邊8件。一陣間先出嚟，再發歌。其中一個入去神殿之前啊，或者伊斯蘭教而家都會入去祈禱之前嘅話咧，會有啲入去神殿。叫做愛多主廳啊 ，OK 啊，因為係托勒密時代嘅建築嚟噶，所以咧就有古希臘嘅模式咧就好深啊。頂頭咧係蓮花啦，埃及嘅國花啊。愛多柱廊，哇！俾神住啊，冇辦法啦。天空之神，內多柱廳啊！都係咁多柱嘅，不過佢裏邊就叫做內咁解。何老師嘅祭壇嚟㗎，本來有個像喺度嘅，不過唔見咗啦已經。相對位置對面咧就係鱷魚神索貝克嘅祭壇啦，有個像嘅，又係唔見咗嘅嚇，擺喺度㗎原本。啊，石準位，大型露天博物館啊！哇，2230年歷史啊，摸下先。摸佢啦，2000幾年啊，老友。有名堂啊，唔係淨係揾水飲咁簡單㗎嚇。啊，佢個樣咧就似生命之時安卡咁嘅樣啊嚇。OK， 有含義嘅啊，就嚟到呢度咧就會係 relax 啊，即係釋放壓力啊。放空啊，所以咧就傳統上咧嚟呢度神廟嘅話咧，嚟到呢度咧就係減壓、放空，即係舒緩心情、解壓啊，最主要係個功效就咁樣嘅啊。OK， 一件大嘅古井啊 ，OK， 盡情釋放你壓力啊、負面情緒啊喺度啊，呢個就係生命之時心井啊，我改去做啊 ，OK， 安卡心井。One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temple, also the temple is used like 共有16條半圓嘅圓柱啊，一邊8條啊，每條咧都有啲浮雕咧都係講述咧呢個法老咧就獻祭俾呢個雙神啊嘅場面啊，每邊8條總共16條半圓柱啊。
度咧就係傳說中嘅醫院啊！呢間啊，要排隊入去睇下趕唔趕得切啦！裏邊咧有好多嘢睇嘅。入到嚟傳說中嘅醫院啊 ，OK， 揾下嗰啲手術工具先，揾下啲手術工具啊，嗰啲圖先。高，爭取時間。幾千年前嘅醫療工具嚟嘅呢啲啊，同現代嘅醫療工具咧係驚人哋相似啊！牙科嘅手術刀啊！ That's the sign of medicine of the step. You know what else had been taken from the temple? The Eye of Horus, the Eye of Healing. Look at that logo. Eye of Healing. That's a famous Egyptian amulet for curing and healing. This one. Take your photograph and let's 隔離咧又係啲醫療工具啦，隔離有鈎啊、鉗啊，哇！真係好驚人啊！同現代嘅醫療工具咧係極端相似。哇！又睇到黃昏日落啦，接近18:30啊！我哋就嚟要落翻船。睇埋個鱷魚木乃伊先啊，木乃伊館嗰邊。哇！就嚟上船啦，要快少少啦，好多人喎。嗰個鱷魚木乃伊紀念展覽館啊，好睇到啦。Crocodile Cafe。點解有啲咁嘢咧？因為埃及人咧就好驚咧，就可以傷害到佢哋嘅人啊，或者尤其是動物啊，咁就可以傷害到佢哋嘅動物咧。佢哋都通常都會當神咁拜嘅，當神咁拜，咁啊自然死後咧就會幫佢做木乃伊咯，就係咁解。鱷魚木乃伊。晚上19:38啊！離開呢個將神廟啦嘅碼頭啊。好，我哋下一站係埃德夫神廟啊 ，OK 啊。聽朝又要5點鐘起身啊，晨咁早啊，跟住坐馬車去埃德夫神廟。